说再苦再累，只要我们在一起就好。为什么现在要突然离婚？从前我被猪油蒙了心，放着成家大小姐的日子过，非要嫁给你这个穷鬼。现在我后悔了，我不想再陪你住在这个地下室，送外卖了。我相信我一次，我会努力赚钱。你别走，孩子们还没满月，他们不能没有爸爸。我走不走？再不走赶不上飞机了。飞机？什么飞机？你们要去哪？爸，求你了，真的不能带上宝儿吗？啊，带什么带啊？还嫌你全家丢人，不活了！看在你生了儿子，把我保住了家人的份上，我都不想再认你了。我求求你了，能不能让我认成？要真是我，干脆你一个人飞走。陆子谦，以后你我桥归桥，路归路。谢谢，快说。佩欣，我不能走，你把孩子给我留下。佩欣，对不起，别怪爸爸，这种苦日子我真的是一天也过不下去。今天可是宝，后天就是你生日了，想要什么礼物想好了吗？我想吃爸爸做的红烧肉。又是红烧肉，每年过生日都吃，你就吃不腻呀？爸爸做的红烧肉，我一辈子都吃不腻。聪儿也快20了，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。爸，我上班去了。小心点儿，毛毛躁躁的。呀，9点了，面试快开始了，得赶紧去摸拉去了。这样，人敲案都不忘。爸，对不起，我不该骗你，可我真的不想当老师，我只想做服装设计。法国知名服装设计师莫拉女士强势回国，城市集团正式更名为莫拉时尚。真希望我也能成为像莫拉这样厉害的人。还有3天就是你生日了，宝儿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？莫拉，我来了。你好，我来面试。2080分钟之内把样取摆好就行了。来，这里。这个肯定是不行的。哇，不愧是莫拉，连面试改造都用这么豪华的样衣啊！给我妹妹准备的生日礼物怎么样了？已经准备好了。希望不要出什么岔子呀。这个
公去世了，我们也终于回国了。以后再也没有人能阻止你回家了。今年。你累吗？谁让你穿这条裤子？工作人员安排的。竟然为了通过面试，敢偷改大小姐的裙子！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，这明明就是工作人员让我改的，不信你们自己问他。胡说八道！我给大家准备的都是切尺款，这么昂贵的衣服，怎么随着你胡乱糟蹋的？我没啥错，说这干什么？赶紧给我放了！衣服给我脱了，否则有你好果子吃了！这明明是你们自己人犯错。闭嘴！那我亲自帮你脱。为什么呢？皮看还挺嫩的。瞅瞅。哎哎。不会脱，我脱了。哎，我也脱。啊，快点你！把他扔了。哎，干啥的？同志，那个您看过这个女孩吗？我找她有急事儿。去，赶紧走！我们总裁马上就要过来视察了，别在这闹事儿。同志，你让我进去找一找，你让我进去。总裁，大少爷在楼上，好像和原来面试的女孩打起来了。什么？敢动我儿子？带我去看看。总裁，已经有大小姐和您结婚的消息。什么？在哪儿？这些年他们搬了房子家，现在就住在城南的城中村。好。聪儿那边怎么样？严重吗？都是小问题。大少爷和林经理正在处理。因为我成最新的儿子，告诉处理的人不用手软。走，先去城南。是。这就是哪来的老土子？你们安保还想不想吃饭了？
这里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地方吗？好吧，没事。啊！我现在就要出去。就是你在欺负我女儿，我跟你闹不了。大叔，我请你搞搞清楚，是你的女儿毁了我妹妹的生日礼物，不是我们的谢安，你明白吗？我是安阳子参加面试，面试。这裙子多少钱？我们赔。你赔？我告诉你，把你跟你的女儿一起卖都赔不起，明白吗？多少钱？啊，这条裙子呢是全球唯一一件顶奢，是我们大少爷特意从巴黎拍卖会上带回来的，价值300万啊！300万！300万！这裙子这么长官，一辈子也没见过这种情况。爸，我不会，他们做错了，为什么让我们背锅？那这样吧，我就打个电话报警。人家这个300万，还得做多久？不少。那这一进去，怕是就再也出不来了。那我就让你女儿坐牢，坐到出不来。听说好，最新消息，你女儿和她父亲亲为协议搬家了。什么？到哪去了？你查到？查，给我继续查。大少爷，我女儿绝对不能坐牢啊！我求你放过我！求我？你这是仇人的态度吗？不赔，你又不想坐牢，那这样吧，你呢从这儿跳下去，跳下去，我就放过你。你从这儿跳下去，跳下去，我就放过你。2楼嘛，摔不死的大哥。没错，才2楼而已，可以呢。怎么回事？说的事还没处理完吗？是我跳下去，你就可以放过我女儿。那废话怎么这么多啊？你跳不跳？不跳了，报警了啊！大少爷，我求求你了，我赔。这条裙子呢，300万，那我就让你伪造，做到出不来。再不跳，老头你还努力了啊！都是他的，让你生了一个穷人家。那个是。你说我算数了？我说的，只要你跳，我就放过他。怎么回事？
你给我等着，妈，我没事，是我妹妹的女朋友，非常好。你毁掉我妹妹的第一份简历，你以为我会这样轻易的放过你？我的妈！差不多得了，别把地板弄脏了。为什么？啊！你毁了我对我妹妹一番心意，还有你这横草，姐姐的身体穿了她的裙子，这一件事死就不知道了。就因为这个裙子，想治我一次病，难道你妹妹生我们就不是人？你怕是什么东西？你把我妹妹上去辩论啊！那废话，这样的脏东西，看着你爱人。程总，咱俩就出事了。好了，苍儿，够了。今天你能活着从这离开，全都以后别让我再知道。裙子毁了可以再买一条，但是3天以后就是你和宝宝的生日，不要因为不相关影响了心情，懂吗？知道了。所以你也一样看到他们。这里，里里外外都有小子，来清理干净。是。上班走啊？我这儿啊有5万块支票，拿去当医药费吧。处理干净啊！挨2下打赚5万，哎呦，你这钱赚的太轻松了吧？这不如，不如我们都免花了啊！那个我呢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对吧？这500，拿着，拖出去。
饿的就是你的亲哥和亲妈，爸爸怕就会承受不了。我可以不走。妈，我换医院，真爽啊！哥哥，是我们给不了。医生，我爸怎么样了？你爸内脏大出血，需要马上手术，手术费10万。妈，这交费吧。50万？不是，我不来交费。这袋里面有3000，这袋里面有500，这袋里面有800，还有这张信用卡，月下2万。你还差得很远啊！我就只有这些，不是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帮我爸做手术吧。我们先帮你妈养病行，抓紧时间把你抽检出来。我不管，就算找遍整个宇宙，也要把我的女儿给找出来。我有那个消息了。怎么？你在哪？我手底下有一个人查到市医院，他有一个病人的名字和那个人一样，然后他还有个女儿，他们年龄相仿，我猜他们应该就是那个。查，马上查，哪怕只有一点希望，我们也绝对不能放过。我已经派人去查了，他们很快就会有消息了。只是都怪那个人，让妹妹这么些年跟他吃了那么多苦。卓儿，不管怎么说，他都是你爸。没那个爸，他不配做我爸。外公说的对，穷不是他的错，但他又穷又想高攀，害我们一家人分离，让妹妹跟他吃那么多苦，这就是他的错。年轻的时候我也有错，以为有爱就有一切。卓儿，我们一起去一趟市医院吧，万一那个人真的是宝儿呢？好，妈，我们现在就去找到宝儿，我一定加倍补偿他。陈总，罗少爷，2位怎么亲自来了？夏医生，你之前电话里跟我联系的，我妹妹是不是在你这儿？住院部确实有位病人叫杜子健，他女儿叫杜。他们人呢？马上带我去见他们。陈总，当初我们医院出现经营问题，多亏了陈总资助我们渡过难关。杜子健的地方就在这儿。妈，那个你自己进去吧，我不想见他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是你爸。我去那边抽根烟，你看完了我来接你。一个低贱的穷人也配做我爸？黄医生，这是
我贷款的钱，还有我打工凑的一些，一共30万。可是这30万它也不够。我知道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了。啊，我听说4段音乐有帮扶名额，那求求你们帮帮我吧。好，这个帮扶名额我可以去帮你申请，但是需要我们院长签字。谢谢你，医生。太好了，爸爸也签了。程少爷，程少爷，我怎么到哪儿都能碰到你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帮扶？怎么又换要到医院来了？要干什么？还给我！黄医生，哎，我记得贵院的帮扶名额是由城市出钱，对吧？对，没错。那我有没有权利去决定这个帮扶对象呢？当然有。很好。不要，这是我爸唯一的希望了。他再不做手术，他是会死的。哦，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怎么，想想？人呢？护士，这张病床病人呢？应该还在 ICU 没有出来。银行贷款30万，健康体现2万，搬运生8起，爸爸也给我借6起，手术费还差14万。 ICU 在等，马上带我过去。想要？哎，求我啊！求求你！你怎么跟你那个老爸一样啊？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？陈少爷，我求你了。就是啊。怎么样？对呀。真会，你很闲啊。滚！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我来告诉你为什么。因为你毁了我妹妹的裙子，就这就够我折磨你1万遍。你这个恶魔，你会遭到报应的。贵不贵随你，反正不是我老爸的事。少爷，娘愿意救他，让
股不服的劲儿呢？主儿，你在做什么？这样吧，明天呢我生日宴，正好是个逗乐的小伙，你来逗我高兴，把这条见面你别闹了，办正事要紧呢。妈，你见着人了？你见着。哎，王医生，你们科室是不是有个病人家属叫杜一？杜一。来我床家属，你爸爸他滑信用卡了。我今天怎么心脏跳得这么快？是不是宝儿出什么事情了？走，去卫生院。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找到宝儿。什么时候半夜人不见的？半小时前还在。柜子里还有点温度，应该刚刚离开不久。你帮我去找吧。难道他？3点钟他还在医院，你们看船往哪个方向去了吗？他上了47-8路公交车。47，那不是我们回家的线吗？姐。有事啊！爸，回来了，赶快洗手吃饭。你没事啊？还有最后一道菜，等爸爸1分钟，马上咱们就开饭喽。啊。来喽！这是我家宝儿最爱吃的红烧肉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快吃啊，趁热吃啊！妈，我还以为你。爸爸突然想起来，我们家宝想吃爸爸亲手做的红烧肉了。我是说我生日的时候想吃嘛。对不起，爸爸可能坚持不到生日那天。爸，你身体怎么样了？医生说你还要做手术呢。我身体不好好的吗？做什么手术啊？而且我在出院的时候，我还特别问了医生几次，我身体完全没有问题呀。爸爸这才回来。可是你上午还
还在 ICU 里躺着呢。你不放心，明天咱们再去医院检查检查。我不说了吗？医生都说没事儿，放心吧。快吃快吃，看，别总光吃肉啊，多吃点青菜。瘦成什么样，都是太挑食。想挑食，快吃啊！爸，怨爸爸。怨什么？要不是因为爸爸太没用，你现在还和你妈妈在一起，做着常家大小姐呢。爸，你怎么又提起那个女人了？明明当初是她抛弃了我们，和你没有关系。不管她现在多有权有势，我只知道是你把我带大的，我只认你。那如果说你哥哥回来呢？哥哥，如果他对你好，我也会对他好。如果他跟那个女人一样伤害你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。我的女儿这么善良，如果知道伤害自己的人是至亲骨肉，肯定会更加受伤。爸爸希望你一辈子都不要知道这个残酷的真相。医生，我爸怎么样了？您暂时是保住了，但手术真的一刻也不能再等了。昨天他在家里还跟没事人一样呢。但是回光返照。医生，我求求你救救我爸爸！我也想救他，可你们的帮扶手续没有呈上的命令，没人敢签字啊。明天呢，我生日宴，你来了，逗我高兴了，你把这条贱命就救了。爸爸，你要撑住，我一定会来救你的。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我和我妹妹的生日派对，希望大家今天玩得开心，玩得愉快。妹妹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阿竹这是怎么了？不是又想他妹妹了吧？哎呀，毕竟是龙凤胎嘛，2个人分开20多年了。看那条犬子买的，原本那条已经毁了，阿周连夜飞到韩国，又买了一条更贵的，500多万呢。阿竹真爱他妹呢。
小丑。谁呀？陈少爷，我来了。陈少爷，我来了。哎，不是，你还真来了？我逗你玩呢，你就信了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只要我来，你就会救我爸吗？救你爸！哎，我跟这女的开个玩笑，她就找到我的生日会来，你让她搞不搞笑？姑娘，我妈说就喜欢开玩笑。玩笑？我爸一条活生生的人命被你们当做玩笑？这是哪来的超生鬼啊？我爸是死是活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瞧瞧这身法，是来唱戏了？哎，真来唱戏了啊？来了！走，先站岗。少爷，生日快乐！今天是我的生日。祝你生我妈呢？日！群众说还有点头疼，晚一点下来。我妹妹呢？我们还没找到。我个废物！那么多人找我妹妹，你找不到？不认识我。今天晚上你能抓住我妹妹？是。滚！你不能走！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不能走！你说过，只要我来了，你就会救我爸的。你记得吗？我说的是你来了，逗我开心，我才救你爸。你想怎么样？你今天穿的是小丑装，那你呢，就这么行干脆啊？来吧。得让他赶紧跳啊！这跳的什么呀？真好笑！你不是扮小丑吗？我连笑都不笑。你哭这个脸，是你爸死了，还是你不会笑啊？来，不会笑呢，没关系。我来帮你啊！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这不挺好的吗？看来你是会笑的啊！
你今天生日啊？你他妈也配过生日？你之前跟我说，你那个老爸需要治病，还差多少钱来着14万。14万，好大的数字啊！14万！这个女人为了14万块钱，就要闹到阿福的宴会上来了啊！这样吧，你呢？你的是你当然不信，我后面有个蛋糕，你看，那个蛋糕你吃一下，我给你300，一共5000，多1万，你去医院洗胃。那蛋糕太大了，我吃不下。那就不怪我喽，反正也不是我老爸。我吃。我来。美女，你这吃的也太慢了吧？来，我帮你。夫人，这双鞋我先送出去清洗啦。林嫂，你说宝儿是不是怪我当年抛弃了他，才故意躲着我呀？您那个时候也是没办法呀。宝儿小姐一定会体谅您的苦衷的。今天就是宝儿的生日，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，有没有蛋糕吃。我帮你。赶紧给我吃啊！吃！你ถึง3万块呀！吃！3万块钱的蛋糕，你这辈子都没吃过吧？怎么，这就吃不下了？啊？这里3万块，你刚吃过了，这还剩10盘，你全吃完，把剩的钱给你。啊！赶紧装起来吧！快吃！吃啊！吃了就有钱拿了。接着吃！快点吃啊！快点！哎，对，知道吃。哎，这挺好。没想到竟然真的有人为了10几万块钱这么糟蹋自己的身体啊！你这么能吃啊？啊，不要命了？爸，也是因为我说的，这点钱算得了什么？我吃完了，给钱。行，我给你。姐，啊，快钱啊！你不是想要吗？啊，再不钱就没了。对，赶紧捡啊！哟！
的，有这么好看的表演在这里啊！这姑娘会怎么得罪程少了？我听说啊，是毁了程少给妹妹准备的生日礼物。怪不得，那就他活该。爸，你说我一定会救你。各位，我赌100万，这姑娘很快就要放弃了，我给你100万。真坏呀！接电话呀！接电话。林嫂，外面什么声音？好像是大少爷在逗一个女孩。他又发什么疯？给我换衣服，我去看看。是。进来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还不快救人！是。今天是你和宝儿的生日，你闹成这样好吗？妈，他自己说的，只要给他钱，他干什么都可以。再说了，妈，他找不到宝儿，我心里也难受嘛。他要往我枪口上撞，这不赖我。你找不到宝儿，妈心里也难过。但是今天来的都是女生有头有脸的人，你好歹应该收敛一点吧。好，我知道的。哎，你回滚了。又是你，你就是毁掉我女儿生日礼物的人。等一下，上次在医院你想过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妈跟你说的话你演了呀？我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什么名字重要吗？在你们这些有钱人眼里，我就是贱命一条，不值一提。那怎么跟我妈说话的？终有一天，我们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你跑去哪儿了？我们打了好多电话没接。我没看手机呢。对了，我筹到钱了，可以马上给我爸安排手术了。我爸人呢？你爸他2个小时前已经去世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冷静一下。你是
对不对？我不相信，我会发现你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我筹到钱了，可以马上做手术了。没事，就是一旦欺负我女儿，我今天饶不了。你看看我一个人，你看看我。爸爸突然想起来，我们家宝想吃爸爸亲手做的红烧肉。陈家那对母子，要不是他们，就不会受伤，不会重伤不治。一个没死，他们还能强颜法外。干这会让我们付出代价。车来了，车来了。别，你今天别今天了，明天。哎，回家说。来。林少爷今天心情不好，喝了不少酒，路上回去看慢点啊。累什么累呀？我们不喝了。这哪儿啊？怎么回事？你他妈谁呀你？要命的人！他妈谁呀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我可太知道了。他妈是你这个贱人！找这个。想求救啊？没事，我帮你啊。毕竟，你妈如果不能亲眼看着你去死的话，那我的复仇也毫无意义。卓儿，你怎么还没回来？妈，我才出现马毛，你快来救我吧！告诉你，我已经给我妈打电话了，她马上就来。你能拿我废话。
放开我儿子！站住！你要是再敢往前一步，就同归于尽！妈，救我妈！就是他疯了，他要杀了我妈！你想要什么？世界上，你开个说，是不是在我们这些有钱人眼里，钱能解决一切？你不想要钱，那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什么？这个杀人凶手偿命！他真要杀我妈！救我！什么凶手？我儿子之前是顽劣了些，对你做了一些过分的行为，我替他跟你道歉。好，道歉，道歉，道歉。如果有用的话，为什么当初我和我爸给你们的道歉，你们没有一个人信？现在我爸死了，道歉有用吗？那就是你把我爸踹下二楼。今天，我就要让你尝尝痛苦的滋味！我们也不希望你怕死，但是人死的不能复生，你千万别把自己也搭进去。我们家有钱，我们都可以。他已经死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绝望吗？痛苦吗？我爸生前比你痛苦100倍！我求求你不要打我！我也想把你杀了一个男人，为了你这样的主张毁了我后半辈子。接受法律的制裁。主儿，你没事？你没事？爸爸，我犯罪，对吗？秦总，刚刚李嫂打来电话，说是您的鞋底下发现一张很重要的照片。什么照片？比我儿子的命还重要吗？说是照片上的人很像是您的前夫和大小姐。什么？快，让他爬过来。是。老子是陈卓，你他妈想杀我？你不是想报仇吗？啊，想当恶人呢？我来告诉你，什么是恶人。我考上了。这发过来了。陈总，陈总，少爷，你刚才推下去的那个姑娘就是大小姐呀！快救人呐！不可能是我，他绝对不是我。才不认这个是你的前辈！
帮死你？怎么要饭要到医院来了？桂姐，我来告诉你，什么是儿？我都做了些什么呀？贱人，敢打我的！敢惹我陈慧欣的儿子，告诉署里的人不用手软。对不起，我竟然没有认出我的女儿。我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，我真的不配当妈妈，我不配。你让妈妈做什么？我错了。爸爸，怎么了，宝儿？真是你，爸爸！爸爸，我好想你，我们一起回家吧。宝儿，先下车吧。怎么了，爸爸？就送到这里吧，你先回去吧。回哪儿去啊？我希望你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的活着。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宝儿，你醒了，宝儿，你终于醒了，宝儿，宝儿，医生，医生，快看！大小姐能够醒过来，真是奇迹啊！身体目前而言的话，已经没什么大碍了。你是谁？我是妈妈呀，妈妈。对不起，宝儿，都是妈妈的错。你认错人了，我只有爸爸，没有妈妈。好，你醒了。宝儿，你醒了。妹妹。我是哥哥，妹妹。
记得他爸爸已经死了。大小姐这是受刺激过后的应激障碍。哥哥对不起，哥哥没有保护好你，我都对不起你的事。他，只要你能相信，你干什么都行。大小姐这情况属于间歇性失忆症和狂躁症，为了她的身体，不要再让她随时离开。这是老天爷给我的惩罚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失忆了也好，你说什么？失忆了，宝儿就不记得我们对她做过一些什么，我们一家又可以团聚。可是你爸爸……没有可是，我只想让宝儿回家。我没有爸爸，我没有你。宝儿，这个就是你的家，你就是我们程家的大小姐。你喜欢吃什么水果？我让林嫂给你准备。你不是我妈吗？怎么了？连我喜欢吃什么水果都不知道？林嫂，把所有的时令水果都备一份儿，给大小姐端过来。是。喜欢吗？你哥哥说咱宝儿穿上这裙子一定很漂亮，所以连夜去法国又拍回来的。你看要不要试一试？行。那就试试吧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可是我觉得不好看。怎么？这不是送给我的礼物吗？我想怎么处置，应该没关系吧？你是不是还记得之前的一些事情，所以再说？是啊。什么事啊？我已经不记得有什么事应该生气了啊。那算了算了，一条裙子而已嘛，宝儿不喜欢就算了。是啊，一条裙子而已。我的房间在哪儿？好累了，需要休息。带大小姐上3楼。村长，结果出来了，杜一心小姐的确是您的亲女儿。他们都做了些什么？
肚子尖了，他人真的没了吗？医院给出的结论是由高坠引起了内脏出血，建议你登录治疗。陈培。邀请全城民众，我要给我妹妹风风光光的办一场回归宴。哇，这大小姐的花运会也太豪华了吧！这可是余城最贵的花园别墅，只有像程家这样的顶级家族才配得上这样的豪宅。你呀，也就是从了我，才有机会进您这个大事业的。听说这程家大小姐找好了？对啊，硕哥今天该高兴了吧？也不知道这大小姐长什么样啊？长什么样有什么关系啊？听说今天的花运会上，程家会给50%的股份给这位大小姐呢。50%啊！哎呦，那可真是大手笔啊！来，怎么是你呀？怎么是你呀？喂，小笨，你居然还敢来这儿？是上次给的教训不够啊？瞧你穿的这个穷三样，知道是什么地方吗？又来上高要钱的嘛。闹事了啊！一会儿程家的人来了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是吗？那如果我说我就是程家的大小姐呢？笑，你一个乡巴佬还敢冒充大小姐？如果说你是程家大小姐的话，那我就是程家的老总裁。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下等人给我绑起来！我要让他知道现在看谁敢！我看谁敢！这刚才有位衙役就想冒充程家大小姐，我实在是不能听掉了啊！睁开你的狗眼看，这是我陈佩欣的女儿，程家的大小姐。混！宝儿，没事吧？死不了。妈妈不是给你买了很多漂亮的裙子吗？怎么没穿啊？不喜欢吗？那你喜欢什么？你跟妈妈说，妈妈全都给你买回来。是吗？那我想要这些欺负过我的人全部得到报应。
大小姐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是工作失误了，但是到底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吗？要不是你闯进来，我至于犯那么严重的错误？闭嘴！陈总，我跟你讲，就是他，他私底下说大小姐是活该，他还说大小姐和他的父亲都是出人天的。把他们两个给我带出去，从今天起封杀他们俩。陈总，我错了。大小姐，我错了，我求求你了，我就是没知识的。你再说一句，我让你受罪了。陈总，大小姐，陈总。宝儿，你看这样可以吗？你说呢？这样够了吗？够。这样够了吗？够。不够，还不够，不够。看着那个狗咬狗的样子，真是太开心了。原来不小心毁坏姻缘，看你太寒酸了，都不是错。你们就是一群天生的恶魔。过来。爸爸，你看到了，这群恶魔不配当人。宝儿，原来你没有失忆啊！姑妈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我失忆了就能当你的女儿了吧？摸着自己的良心问我，你配吗？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那你呢？善良、我之前真的不知道，然后我不知道你是我，那个我也不会，我也不想跟你争。不知道，对不起，你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。我做错了什么？你后悔，是因为你伤害了自己最亲爱的。可如果是个与你毫不相干的路人呢，你就能随便欺凌和羞辱了吗？还不是别人欺负别人的女儿吗？到现在，你都能摸到一个字，那可是活生生的一条人命，你就这么渐渐的害死了他。宝儿，你原谅冰白啊，原谅冰白。我终于知道爸爸临终前的话是什么意思。有你们这样的知己，活着只会让我更痛苦。你们害死了我的妈妈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现在，我要杀了你的女儿。
腻了。你拿起灯，上来！不要！对不起，哥哥，现在就来陪你。以后别让我再这样。是我错了，我从一开始就错了，我不该离开这个家，害得我孩子没有父母的陪伴，害得这个家支离破碎。我是罪人，如果一切可以重来，我宁愿什么都不要，也要一家团聚。名利钱根本都不重要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你可算醒了。大小姐，你吉人自有天相，你醒过来就好了。现在陈氏，也就是摩拉，上下都乱成了一锅粥，大家伙都等着您来拿主意了。陈氏，莫拉，等我。大少爷虽然没有死，但是他人已经被警方控制了。大少爷醒来之后，他第一时间就询问了您的情况。当他得知你安然无恙之后，就向警方自首了。他说要给你们的父亲赔罪。怎么回事？